金宽，等恁老母的病若较好啊，我希望你也是会当来店里斗相共。你若走，我就惊我会做袂去。我听头家讲，阿成啥要转来啊？后摆你店内工课，有人甲你斗3工啊。阿成的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伊要哪可能甘愿踮伫厝内面啊？金宽，我是希望你会当赶紧转来。秋兰，不管我后摆会当转来袂当转来，我希望你家己要好好保重。尤辉少已经过身啊，啊，不过你还有阿辉啊，你家己都要坚强，吼。会啦，我会啦。啊无，我来去。你还保重。叫什么拍铁海？我看改名叫这拍某海，阁差不多。查甫人拍查某人，我上看袂起。听到阿兄过身的消息，我相信你心肝比别人搁较痛苦。也毋过你家己身体都要保重。我知影哈，伫你的心目中，我甲阿兄是袂比拼的。也毋过日后我一定会认真打拼，我绝对袂互当做我是一个了尾仔囝。阿成啊，你若爸以早大细心对你无好，你敢袂怨叹？免啊会啦，爸。我即阵转来，并毋是为着咱的财产啦。啊，若讲到钱，我根本无甲放在眼内啊。我会转来，是因为你还阁有想到我这个后生，因为这点，我就感觉真满足啊。阿成啊，以前对你有较公平，这是我唔对，歹势。爸，你哪通安尼讲啦？这以后店的生意吼，我会对头仔决定甲你教，啊叫你阿嫂甲你斗换下。安尼真好啊！店互你花，以此一家的责任，你要慢慢啊担起来。以后大家是要靠你生活，所以你花店啊，爱将钱当作性命，爱较拍拼咧。唔通阁亲来讲你无将钱放在眼内。安尼我听着心肝会艰苦。我这点一定会记得。阿爸。哎。阿姐啊，你的行李我已经甲你摕进房间啊。多谢。食饭食饭。对啦，做伙来食。来，我甲你带饭。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免啦，我顺手顺手。多谢。来，坐啊，坐。食饭啦。好。这好哩，有介意？多谢阿姐。阿姐啊，互你开钱买遐物件，安尼哪好意思啦？那安尼讲啊，也无偌济钱啊，阿辉介意就好啦。对了，阿嫂，你扛来我甲你出头。不要紧啊，这是我的工课啊，我你遐甲我斗救者。小夏。阿姐，你以后敢要住阮家？是啊。阿嫂，阿兄过身去，你心肝一定真艰苦。做你放心，以后我换店，
我会用替阿兄好好照顾你。多谢你。拢对，拢对。秀兰啊，真巧，真巧。那教你无几工尔，你随时拢学会遐。无啦，我是对做生理有兴趣，只要是甲生理有关系的物件，我拢想要学。哦。兰啊，你是按什么甲米店传到秀兰啊？无想要传到你后生就对。好啦，莫安尼讲啊。我是咧教秋兰啊拍算盘学算数，因为阿成啊伊也捌无几字啊啦，有秋兰啊斗相共啊斗做数啊，安尼我较放心啊。我看你是较看会起秋兰啊啦，看恁迄后生阿成啊，较无目地啦吼。话毋是安尼讲啦，哎。话毋是安尼讲，心肝内就安尼想啊。阿母，为着厝内面好。我一定会尽力甲阿姐斗相共啊！我袂甲我做新妇的本分放互袂记。哎呦，你阁真会做人哦！等即马几点啊？好去煮饭啊啦！我讲啊，你着较细腻啦，唔通饲鸟鼠咧咬布地啦。你甲做生意的撇步拢放互秋兰啊！连伊来嫁人，来伫咱边仔开一间米店，到时间拼生意，你哦，马头就无目屎啦。袂遐严重啦。无遐严重，哎呦，莫遐自信啦！等玉飞死啊啦！秋兰啊要搁嫁，咱敢有啥物理由共主动心？有胭脂无？胭脂有哦，当然有哦。我买上流行的，你嘛甲介绍。安尼哦，这款好啦，这款哦，日本新出品的哦，所有的查某囝拢爱这款，这个足有销的。你讲这是上流行的色，你无骗我？无啦，我生意做几啊10年啊，你嘛顾这样啊，搁骗你。好啦，我买这个啦。多谢。哎呀。你唔讲，我嘛知。要买哦锁啊！我这早转来就袂记较早盘手。锁啊！我看规气叫秋兰较顺口啦。哎呀，我哪会当安尼叫？你若介意，你就坦白讲，唔免歹势啦。好啦，这件代志我来替你处理。你要替我处理？真实的，多谢。嘿你啊，你看我某对遮过无？无啊。是用查某走去倒？你先去内面去啊，若无你阿小弟翻头来找你。你阿已经转去啊？哦，多谢你好，你真好心啊。无啦。我是想看袂惯势哦，查甫拍查某啦，因查甫人靠因有力啊，讲袂赢就要用拍，所以就恶劲。是啦，你看包我是要去倒？哦，我是要讲阿海莲呐，昨暗就甲老母讲好势安尼，伊今日转来哦，说无好走，佮甲我对咱呢。明明拢是查某人，如果是厝边，为什么我会甲你斗相共？免啦，你出来才比。
经真多谢你啊啦，无我来早啦吼。是安怎啊？为啥出去就用的啊？哦，好啊。你免惊啦，迄惊啥笑？你袂该拍，你还要走，你袂该动。请你出去啦，才无怀疑你。嘿啦，你哦，你无要甲我拍，搁甲我动，我对我是要创啥你？你咪是惊你出去无所有好开啦，你咪对你是要会钱互你的啦。啊，这样互你啦。以后哦，恁爸阿海啊，甲你缠无到水无流啦，退啦。这钱吼是你要互我的哦，以后袂当讨的哦。阿公娘，你要甲我做证哦。这吼钱是我后啊，家己要互我，吼对无对无？你是要到大面神呢？恁爸无伫咧甲要讨价啊，你当真你袂唔知哦？即摆好意思叫头家娘来做证，恁爸替你见识。你过来，感谢是。那安尼，伊搁紧摕钱互你，安尼对你袂歹啊啦。哎呦，我阿海就是安尼啦，人吼就是爱面子啦。啊，毋过有当时好了交代是真好的咧。像我吼，甲伊做伙遮久啊，我连我毋知伫想啥。好啊好啦，感谢你啦，我先来走啦。好。有的人干那看外表是看袂出来。歹食啦。唉，你呀，当然会晓做要外头做阿姑，你上介老啦。一个某也走去，一寡钱安尼哦，安尼啉啉互伊啦。哦，你即摆安尼剩我母啊一个安尼，当互你靠啦，你才有通好食呢。我安尼敢若互恁两个兄弟啊，独独你一个安尼上我烦恼啦。啊，某哦，一个人尔，你就离去，无你后摆我做咩安怎？哈？变烦恼啦，报搁煞有啊，你说惊啥？搁娶？贫穷啊死无人，也无要做工课啦，还搁无钱，啥人要嫁你？我看吼，啊是安尼哦，搁甲祝福转来。哇，你嘛较拜托的。迄款查某离的真拄好啦，孝伤。免烦恼啦，当5岁以上的查甫囝，我成功迄一天吼，要嫁我查囡仔规拖规等的啦，你咧烦恼啥？哎呦，若等你成功吼，恁母啊吼去烧酒去卖鸭卵啊啦，叫干。这是啥物物件？这啊，你看这写四字天官赐福，这就表示讲吼，咱甲拜拜啊，天顶的神啊，伊就会保庇你身体健康、高德做了。阿翔捌甲我讲起啦，伊真介意秋兰啊，后盖若要娶，嘛要娶秋兰这种查某囡仔。你也毋过听说嫁小姐啊，这样讲闲话啊。哎，这毋精嘛，啊，搭大嫂4翁嫁予小姐啊，一世界满是，啊，你是惊上讲闲话。安尼也是有影啦，也毋过这。而且秋兰嫁阿成，对咱兜来讲是有好无歹啦。生理趁钱莫讲啦，有一件代志你就无理由反对。安怎讲啊？有秋兰你管阿成，阿成绝对会变好的。伊后盖啊，就袂在外口浪流连啊，你讲对无？对。是讲叫阿成娶秋兰啊，安尼岳飞也毋知会怪我无？哎哟，啊，当互家己小弟照顾阿辉，啊，岳飞啊在天之灵，欢喜都袂赴啊，哪会怪你啦？爸，阿姨啊，好，阿辉足乖啦，我想要带伊来平买我糖仔饼食。好。阿成啊，啊，小等下，安怎做？阿辉，阿姐互你做阿爸好无？
好啊，那你阮同学就袂笑我无老爸啊。哎呀，多谢你哦。好，阿辉，我出来买物件，来。阿爸，紧去紧去。好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他的母亲白伊个。哎，秋兰啦，来，较济，我代志要甲你参详者。秋兰啦，是安尼啦。这代志哦，也较歹开喙啦。我就想讲，为着阿辉啦吼，甲为着你家己的幸福啦，甲咱规家伙啊，大家会当圆满。我就想讲，你来嫁阿成啊，好无？这边哪有可能啦？我是伊的兄嫂呢。哎呦，啊，这哪有要紧啦？做伙来当幸福吼，上要紧啦。啊，搁再讲，人阿成啊嘛真介意你，对阿辉嘛足疼疼伊。阿爸，我是玉辉的某，兄嫂要哪用嫁小姐啊咧？哎呦，啊，当你嫁玉辉啊是阮的新妇，嫁阿成嘛是阮的新妇，啊，拢是共款嘛。啊，我看安尼啦，就做安尼决定啦吼。阿母，我是嫁予玉辉一个人，毋是嫁予你规家伙仔呢。你袂安尼甲我逼的啦。秋兰啊，啊，你这查某哪较固执哈？阮是为你好哦，什么代志拢为你在设想。啊，你若汉自私，拢袂替阮想看卖。秋兰啊，我也知影。安尼雄甲你讲叫你嫁予阿成啊，你确实真为难。我互你苦劳一干，不过我希望你莫互我失望吼。阿姐啊，爸爸，这胭脂你无介意？你甲我讲，你介意啥物件？我搁要互你。啊，唔免啦，我伫用这物件。你哪讲安尼？啊，倒一个查某囡仔无介意胭脂咧，对无？一千里。